多谢雷亚所来关心这个网咖地点群聚案件，即马已经有7个人确诊。台湾青年高明天的昨晚宣布讲，伫桂林路、康定路、和平西路3段5洲街范围内发生这个细胞的感染。若是讲伫个4月15到5月12这段期间有去过这个所在，人若无爽快，一定要去采检，要去找医生。另外嘛，禁止3人以上伫遮食物件，嘛建议讲减少大家聚集做伙。是讲这个记者是一到龙山市一带去看。 医院看到真侪基友，另外一寡小食摊，真难控制讲梅花座的做法，所以讲防疫有一定的困难。一透早网咖地区街路无啥物人，民众大部分只是要早顿。头家底帽啊挂喙暗服务镜，因为网咖逼出群聚感染，网咖人收到通知，大家拢真惊讲。 太危险了啊！那谁敢出来啊？反正就不过来就好了。因为他那个传得太厉害了啦。住伫附近的嘛拢是骑车经过，唔敢停伫遐。连卖梅的头家嘛讲，生理差真济。差不多3、4成。附近的龙山寺有香客想要入去拜拜，嘛有实施新名制，招便所嘛要登记。不过有的店家所也未开始。这摆网咖红列做高风险地区，东边到康定路，南边到和平西路3段，西边到5洲路，北边到桂林路。只4月15到5月12有到附近的民众，无发烧。 呼吸道或者是鼻无味，拢爱去采检评估。不过市长明明呼吁减少群聚，家友要是拢做伙。我叫你去筛检，你不去筛检。等于这个老板娘现在住在和平医院，她天天泡在那个叫茶室里面，所以千万不要跟她讲话，离她远一点。记者伫网咖公园采访，就拄到民众口渴摒扫的清洁工去采检。 虽然讲伫室外，大家拢要是有挂喙暗，不过病毒无所不在，敢若会使提醒、搁提醒。民众伫这段期间一定要加洗手、细致防疫，莫互疫情继续扩大。